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白客导演，伊伫1962年翕的台语片《梁山四之恋》，入选今年鹿特丹国际影展哦。国家影视厅中心嘛准备要来放送这出电影的所谓修复版本，做伙来看卖。本来这梁山四啊，连本省人的地界哦，外省人哪用来遮做生意？客家山歌天公落雨，红改编做华语，佮用台语讲出1950年代本省人参外省人的冲突。这支片是1960年白客导演拍的台语片《梁山四之恋》，描写迄阵台湾族群之间相处的情形。80年后入选鹿特丹国际影展的经典单元。因为台语片本身在投报影展的时候，其实不是他们的最优先的选择。其实还是很多都是以70、80年代，比如说新电影为主，所以这一次，他们选这部台语片，其实算是蛮难得的。你想抚养我长大那个姓罗的，他是外省，在平交道上救了我的命，也是外省，我为什么还要分本省人、外省人？电影唔南北族群基地，最后佫用大和解煞果。虽然电影内底是欢喜的结局，但是伫现实人生，少年时捌加入共产党的白客，伫1964年予政府处决，成做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。咱嘛唔敢安尼讲，就是讲伊因为加入过共产党，所以讲伊的片有较关心这小人物。也毋过至少伫咧梁山四之恋内底，当看会出伊足勇敢去拍族群融合的这个问题。这是其他的台语片，或者是着其他的台语片内底，其实较无想要捌的问题。明年1月27开始1个月，国家影视厅中心会举办影展，嘛会特别放送《梁山四之恋》的所谓修复版本。记者林书社桂林综合报道。